当局公布了今年前3季度对东突厥斯坦自然资源的掠夺。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在该地区加大了油气勘探力度，加大了对东突厥斯坦自然资源的掠夺。据新疆统计局数据，今年1月至9月，东突厥斯坦规模工业原煤产量29132.39万吨，同比增长31.1%。消息称，前3季度，中国继续掠夺东突厥斯坦的煤炭、原油、电力等自然资源，以保障全中国的能源供应。英国纽卡斯尔将与中国正式太原终止姊妹城市关系，这源于对中国政权侵害新疆维吾尔族人权的指控。纽卡斯尔市议会在周三一致通过动议，终止与这个中国陕西省会城市维持了多年的姊妹城市关系。发起了这一动议的英国自由民主党人温迪泰勒表示，他觉得在那些可怕的侵害指控下，纽卡斯尔不能再与中国保持关系。德国总理舒尔茨周五抵达中国进行1天的闪电访问，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面。据悉，自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开始以来，德国总理舒尔茨成为首位访问中国的这支国家领导人。在访问前，舒尔茨面对德国内外的批评，世界维吾尔大会等70个人权组织发表公开信，要求舒尔茨重新考虑北京之行。据德媒报道，当舒尔茨在北京提及维吾尔人权问题时，中方并未否认，干涉中国内政。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11月4日向记者表示，欧盟成员国需要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但不能将中国与俄罗斯相提并论。博雷利在德国西部城市明斯特出席七国集团外长会议场面告诉媒体称，很明显，中国正在反顾其对外政策的新时代，对内也是如此。中国正变得更加咄咄逼人，更加走自力更生的道路。他补充说，很明显，我们想减少我们的依赖性，我们想解决我们的脆弱性，加强我们的复原力。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飞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持续练兵备战，坚决反制任何形式的态度分裂活动和外部势力干涉。谭克飞说，中方一直以实际行动维持亚太和平，促进亚太发展，参与亚太合作，致力于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